啊，离开我啊。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写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歌。我们跟老师讨论结果说，我们 FR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心灵上的力量。你像 Fly Away 就是比较正面的，像每次唱到最后 Nothing I Will Be Afraid 的时候，大家都很嗨，对不对？对啊，可能大家是想到说自己的功课啊，都一直被当啊，不要怕。别怕，对，再好好念书就可以了。那情人那个另一半離開你的時候，你也不要擔心，因為有一天你會找到更好的，對不對？對。咦，又同我哋另外一個 slogan 咧又吻合嘅喎。係咩咧？正能量大合唱啊，係有吻合㗎。係咁啊，何韻詩咧都有正能量嘅作品啦。咁啊04年度咧就有你份㗎，全靠你啦。去咗東帝汶咧，咁樣就我哋探訪過一啲發展中國家嘅兒童啦。翻到嚟咧，何韻詩作咗呢一首歌㗎。呢首歌咧就正能量大合唱啦，真係大合唱㗎。不過今日我哋獨唱，就叫做1秒。為了某1秒別放過，心傷過，心灰過，過去能改變不多，為看到1秒別放過，一起去跑過，同遊走天空天國，啦啦啦啦啦啦。真係大膽力啊！佢唱，你嗌 Mini 唱。哇！呢個好犀利㗎。好在英師傅停一停啫，如果唔係佢會唱。你知唔知佢係主音嚟㗎？我唔想知咯呢件事。我哋等陣推佢大啲嘅 mixing 嗰陣時。正能量大合唱就咁解啦。有呢首上網作品叫1秒嘅。咁啊，其實咧，我哋即係大家即係聽翻重溫翻嘅作品啦。咁我都發現咧，每一首歌咧，其實咧要推動出去咧，都好靠大家嘅支持。支持好多方法，有一種方法咧就係我要去聽，有一種方法咧就係唱嘅。咁其中一隻咧就係 FIR 嘅歌咧，咁喺香港咧，大家認識咧，相信喺卡拉 OK 房裏邊咧就好認識呢隻歌啦。冇錯，就係我們的愛。謝謝，帶來我們的愛。我們的愛，過了就不再回來，直到現在我還默默地等待我們的愛，我明白已變成你的負擔，只是永遠我都放不開最後的溫暖。我們的愛，大家真係好中意唱呢首歌。咁其實我知道咧，呢個 MV 咧都花咗好大嘅製作費去做啦，咁樣。咁我問一問 FIR 啦，咁你哋嘅 MV 咧個構思係點樣嚟嘅咧？咁樣，你係咪會幫我翻譯嘅？明白嗎？翻譯。他說你們的 MV 裡面的所有的概念是怎麼構思出來的？其實那個是延續鬥魚的概念啊。其實說，其實現在年輕人他有一種為愛勇往直前，不顧一切，甚至是犧牲他自己的生命。那我不知道大家現在年輕人對愛情的觀點是什麼樣，可是我知道很多人他在愛情當中他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其實我們就在描寫一段非常非常值得深刻的一個感情。那 MV 的概念又是怎麼樣呢？ MV 的概念啊。其實我們的很多 MV 概念都是從我們的歌曲延續出來的嘛。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畫畫，其實其實很多歌我都會為他們畫一幅那個畫。然後有一些場景啊，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我會交給公司。然後他們看到這東西，他們也會有一些想法，再融合我們的文字的音樂。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們為什麼大家覺得我們的 MV 跟我們的音樂其實非常的
match 的另外一個原因。對。咁你講到咧，其實畫面同音樂配合咧，咁啊何韻詩咧嗰幅圖畫望一望先嚇。今日件衫企起身俾人睇下件衫啦，不如咁華麗哇！今日上即係呢啲叫咩啊？觀音頭掃掃把把腳啊，係啊係啊，牛仔褲腳咁啊，上身唔係即係係啦，呢度今日費事咁 grand，他的衣服豬片嗰啲放低先唔係啊。 grand 一半啦，我哋好親民啊嘛，今日佢哋好親仲有我件 T 恤啊，今日係我啊自己個名，亦都係金色嘅。拜拜，係冇嘢啦。都話豔光四射啦。咁啊，何韻詩咧喺04年度嘅尾段啦，咁啊開始咧就轉咗歌路同埋形象。點解會有呢一個嘅想法咧？我諗其實係因為今年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年，即係算係成長嘅一年嚟嘅。咁我即係遇到好多事情啊，可能令我同以前嘅想法有啲唔同。咁對於因為我知道好多人最開頭我轉嘅時候有啲即係覺得哎呀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因為好同我之前嗰個樣好唔同。咁啊，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人總要長大嘅，咁要試一啲唔同嘅嘢，同埋去一啲唔同嘅階段。咁今次做呢一件事，即係豔光四射呢件事，咁當然除咗我自己之外，就亦都係去向一啲以往嘅一啲巨星去做一啲致敬啦。咁所有嘢加埋，我覺得做得啱嘅。豔光四射。霓虹人生光照萬物，於災難裏派出緋聞。這個時代有着我，便能一洗灰暗，燦爛到不幸。陶銀陶金用歌舞之分，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燒滾氣氛。安撫世人，讓我的不朽風雲，教人捱下去，仍覺活得很興奮。豔光四射，呢個係叫美豔到不行嘅版本嚟嘅，就係一個慢版嚟嘅。咁另外咧 FIR 啦，咁今年咧04年度咧，你哋總共有4首嘅上網作品嘅。頭先我哋聽過咧，就有 Lydia 啦，有 Fly Away 啦，聽得懂嗎？他說你們今年的派台的歌上了榜的有這4首歌，係啦，有4首歌，對4首，還有這一首你的微笑，沒錯，好，幾多人幫手？愛情是你獨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微笑，別人。再一次哦，要大聲一點啊！再大聲啲啊！來啊！愛情是你獨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微笑，別人讀不了，只有你知道，因為你世界不再單調。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謝謝。哇！嗱，聽多啲國語歌咧，大家就學多啲國語啦，係嘛？由一個字咁你要聽多啲，就識得講成句啦。聽多啲啊！你的微笑都講得出嚟啦，咁真的好啊，好標準啊，很標準真的嗎？謝謝。好啦，咁跟住到何韻詩啦。咁頭先我講過咧，有8首嘅上網作品啦。咁最新一首上網作品咧就係呢一首《如無意外》。第一次聽呢首歌咧，我就覺得好感動嘅，因為呢首歌咧就係送俾一位前輩嘅。點解有呢個想法嘅咧？呢隻碟其實嚟緊出呢隻碟，咁好大原因都係佢推動我去做呢件事啦。咁我係咯，寫翻一首歌去總結翻我今年嘅一啲心情。如無意外。若是沒有這意外，也許經已快樂地重回平淡家中等你，計劃明年的婚禮照舊或延期，其實本應這套戲能幸福的演到尾，但我好奇想試試其頒獎台被讚美。
如無意外，何韻詩同埋 FR 都係我哋最喜愛嘅星星，希望大家請投音樂一票。